李欢，那个拍戏，你现在演皇帝啊，要和他们很多人呢对决。导演，什么是对决？对决就是打架，你呢要展现出自己英雄的气概。来，给我被砍无数刀不死的那种。穿好了啊！啊，拿去。穿好服装准备，一会儿就开始拍了。好，导演等会儿啊。我不拍了。哎，马上。哎呀，不会砍死你的，快点，他们也不会真砍，演戏嘛，点到而已，明白吗？赶紧。明白了。好，服装呢？给他换服装，开始拍。导演，这个破烂衣服也叫龙袍啊？当然是龙袍了，你没看见上面绣着龙吗？绣着龙就是龙袍啊！啊，这是哪个朝代的？秦朝的龙袍是黑色，待会儿汉朝的则是黄色，北魏呢则是红棕色。旋转的镜头，而且上朝跟平时穿的都不一样，春夏秋冬也各有不同啊！哎，你给老子上课呢！拍电视剧用那么较真吗？哼，朕的龙袍，上面可是有1万颗东海珍珠，丝绸局纯手工2年打造，极品绡丝，3两金线，价值2万两白银。有犯病了！好，你小子是孙猴子，找东海龙王给我弄1万颗龙珠去。你不是地球人呐！行了，你少废话，赶紧走位去。还有这个鞋，这哪是皇帝穿的？来，还有这个头发，行了，这也不是古人的。哟，叶先生，请。好，大家动作都快点，开始拍了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好，有，就这样，继续。这个打得不错，好。喂，你来真格的？对不起，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别停，不要停，继续。那么好，继续打，就这样啊。来。阴僧，你敢打朕，朕现在就杀了你！呀！别打了，老师！我错了！别打了！救救我呀！阴僧，老师，我错了！杀了你！真是神经病，疯子！停！停！别打了，上去的话好好说啊！您别生气了。住手！听见了吗？啊！李欢，你真的疯了啊！不知道这样用剑会砍死人？啊！导演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也敢称为剑？你一个替身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皇帝用的剑，是铸剑师的心血积淀，坚韧锋利，黑檀木柄鞘。剑柄呢，是用棉蜡绳缠绕，有夔龙与赤虎相交辉映，无论内在还是外在，无处不显露皇者之气概。你是来干活的，还是来考证历史的？天哪，我怎么会碰到你这么一个主？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，立马给我滚！如果他能做到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但是他没有做到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就是。爸，
叶波，跟我来。那位老者是谁？你是说他吗？他是叶伯的父亲。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龙行虎步，不怒自威。给点力度！哎，他是皇帝吗？皇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什么皇帝？啊，也对。不过你说的也是，他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，所以也算是皇帝。哦，那他真是皇帝。他是哪个朝代的？圣号是什么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，要不然别人说你是神经病呢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个奇葩。哼，你这个畜生，不肯回家，原来躲在女人裤裆下面吃软饭。爸，我觉得芬妮她挺好。芬妮好？哼，她好得很。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吗？怎么不服气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能对自己负责，爸。吃喝玩乐，你是一把好手。你要能对自己负责，会搞出这种荒唐事情来吗？他大名叫叶佩，白手起家，做国际古玩生意，后来生意扩张，涉及房地产、药业等。叶氏集团在美国上市，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，所有人都对他特别敬仰，也特别畏惧。表面上看，家里面风平浪静、和和睦睦，其实这些继承人们斗的是你死我活。你说的也对，在他的王国，他跟皇帝也差不多。太正常了。叶波的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去见他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什么背景啊？不知道啊。他什么大学毕业的？父母亲干什么的？你都清楚吗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处得好就可以了。哼，每一个人交往都要了解清楚，以免被人家利用。知道了，爸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长点记性啊。是，爸，你慢点啊。再见，爸。老白啊，你的咳嗽还没见好。哎，老毛病了。你的肺啊，都在古董里面熏坏了。哎，没法子呀。这些年古墓里的阴寒之气一直在体内，而我又无法抵抗这些阴寒之气，所以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呐，这肺都有问题啊。
叶先生，这就是我说的那把剑。这把剑呢，是用折叠花纹钢打造成的剑刃。虽然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仍然是坚韧锋利。它的剑鞘和剑柄是用棉蜡绳缠绕的。装具呢是夔龙与赤虎的图腾的组合，真是古朴优雅。这正是当年的帝王佩戴。有没有可能，这把剑是太宗皇帝的呢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，只是目前的学术界对太宗氏族呢还没有详尽的了解。我们呢只知道他在莲花山失踪了。这套龙袍有多少颗龙珠啊？整整有1万颗。根据我的分析啊，这些龙珠应该取自于东海。东海龙珠？对，也叫做珍珠。但从古书里的记载啊，它确实叫东海龙珠。哎，老白，这本古籍研究的如何呀？这本书的纸张啊，很奇特，像是用一种渔网来制作而成的。它既坚韧又不失柔软。你看，虽然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上面的文字呢，还是那么的清晰。这些文字看起来像汉字，却又不是。我初步确定的是南北朝的。它应该是汉族和鲜卑族的一种混合的文字，里面既有鲜卑文的，也有汉字。这些文物确定是南北朝的？没错，我是用碳14研究法去测定的，这种测定的精确度为100%。哎，老白，你看这2个字是不是李欢呢？对，是李欢。这应该是个人名吧？李欢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谢谢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拍完了吗？这东西真神奇啊！不但可以录音，还可以看到人影。哎，字怎么打上去的？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来自星星的他，这玩意儿是个地球人都会用。喏，这妆画的啊，谁干的？导演呢？我揍他去！哎，你这样找导演的话，导演不给我发工资怎么办？哼，大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怎么着，这部戏也是我们家投的，爷爷我也算是出品人之一。灭他，秒秒钟。在剧组不是导演最大吗？大哥，你都这样了，一会儿啊，
我叫剧组给你加薪啊！谢谢兄弟了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好啊。今天啊，我得早点回去，因为我老婆过生日。哎呦，大哥呀大哥，大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让你这么牵挂？改天我一定带你见见她。好啊。哎，大哥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走吧。刘强，我让你安排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办好了，在酒店给您准备了豪华的套房，然后呢，2个人烛光晚餐，生日快乐祝福歌。好，谢谢你。客气了，这点事。谁啊？叶佳。小风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今晚我要把你变成白雪公主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换下衣服。好。大哥，那边有一家很好的蛋糕店，我陪你先去把蛋糕买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明天呢，我会找制片人谈一下，给你买一份保险。后天啊，你记得把身份证带过来。我没有身份证。哼，怎么会没有身份证呢？你是黑户啊，大哥。以前有，后来弄丢了。哦，那好办，你补办一个就可以了。我家离得比较远，所以就一直没有办。这样啊，那我来想想办法吧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我一直想问你来着，大嫂是不是巨漂亮？那当然了，尤其是穿上古装的衣服，用现代的话说，应该是美爆了。哎呦，这么夸张啊！哎，嫂子也是演员？她是网络作家。网络作家？那她为什么穿古代的衣服啊？因为她写的是古装的小说，穿上古代的衣服，按照她说的话就是找灵感，找灵感，找灵感。这是你们的小情趣吧，大哥？哎呀，口味挺重啊，真没看出来。蛋糕店啊，就在前面呢。阴丧！来，上车。你这个阴丧，勾引我老婆！阴丧！李欢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李欢，你干什么？你还记得朕呢？枉费朕对你那么好，让你成为朕的国师。三王爷，大嫂，你也穿越了。这个仇我记了1000多年，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。
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来呀！我这顶绿帽子足足戴了1000年，现在就杀了你！哥，你们俩这么大人了，不嫌丢人啊？放手！松开！松开！别打了！哥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吧，先冷静一下。走吧。走啊！走。大哥，你也先消消气。这是什么混乱无耻的世道？奸夫淫妇竟然如此的逍遥！大嫂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李欢，你为什么会喜欢他？因为他长得像家业啊，他就是家业的轮回再生。那你喜欢过我吗？李欢，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冯昭仪了，我不是她，你知道的。你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女人太少了，你应该多出去走走，好女人有的是。我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。你就是最适合我的那个，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把你抢走。你看你，行了行了，免得将来老怪我。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还动手打人？你不嫌丢人啊？知不知道他是我大哥？你知不知道那是我大哥的女人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，说你呢。你什么样的女人你找不到？啊？非要找一个有夫之妇？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找她了？你听好了，我跟小峰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，请不要把脏水泼在他身上。好啊，没什么关系。那就好。好什么好？我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？叶家，你勾引别人老婆，居然还理直气壮。你哪只眼看到我勾引别人老婆了？你，叶波，我纠正你一下，小峰只是李欢的合租伙伴，他并不是李欢的妻子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我也告诉你，他是我大哥，小峰是我大哥的女人，这一点我也早就知道了。请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你亲哥哥。你要非说小峰是李欢的妻子，拿出证据来。哼，咱哥俩从来就聊不到一块儿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我以前就听说，这武打替身啊，比什么都辛苦。剧组又不给替身什么保障，就连保险都没有，出了事儿他们都不负责任。没事的，你不是打不死的小强吗？我也是。我以前跟你说什么大明星啊，那些都是吹牛的，其实就是希望你从小事做起，多磨练磨练自己。这影视行业啊，比什么行业都乱七八糟的，要熬成大明星，比登天还难呢。10000个人里边能火1个就不错了，像什么周星驰啊、刘德华啊，就那么几个。所以说，你以后还是别去了。不行，我要去，他们都给我涨工资了。
加工钱的代价就是整天鼻青脸肿的。换个工作吧。那不行，我不能换，能赚钱就先去做呗。再说了，不能做什么事情都半途而废吧。我就知道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听的，浪费口舌。这是我今天的工钱，来，拿着。李欢，你以后挣的钱就别给我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我下个星期就要搬走了，我同学猪猪给我找到房子了。峰峰，我们俩是这个世界上彼此唯一的亲人了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希望以后能跟你在一起。如果说我只能留在这个世界，那我就会努力，让我们夫妻过上好的生活。李欢，你不必如此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。我们会成为同一类人的。你知道我不喜欢你，你也不是真心喜欢我的。不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你真心喜欢很多女人。那我现在喜欢你，不行吗？你就是个段正淳，你真心对待每一个女人，但女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真心，还有专心。刚才我跟你说的呢，都是后宫的戏，你明白了吧？导演，这不对呀！你看，怎么不对了？她只是一个美人，怎能配得上2对宫女呢？只有昭仪才有的待遇啊！而且在后宫等级非常森严的，有左昭仪、右昭仪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侍妇、玉女、皇后，还有惠丽、华三妃、六仪、美人、才人等，女侍中、女尚书，以至西官、女奴等知识人员。李欢，你能不能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很清楚啊，我是……你是个屁！在现场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导演。行了行了，你少废话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导演，即便是演戏，也要尊重历史啊。李欢，我被你搞得都快崩溃了，你到底拍不拍？不拍滚蛋！啊，叶先生。叶先生，你是李欢。说得好。是叶先生。你和叶波是好兄弟，就叫伯父吧。伯父。李欢，收工之后，让叶波带你来我家坐坐。好。大哥，老爷子找你干什么？他说收工了，去你家坐坐。他一定是找你了解我和芬妮的事儿。大哥，你可是我亲大哥，你一定不能出卖我。看你吓成这样，跟老鼠见到猫似的。你是真不了解情况。老爷子哪里是猫啊？他就是一只大猛虎。他要是凶起来，亲儿子吃了，连骨头都不剩。有你这么说自己老子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大哥。什么？看看。身份证。身份证、户口本。哇，我终于有身份证了，我再也不怕别人跟我要身份证了。叶佳，你还在生气吗？没有。小凤，你说李欢为什么老叫我银僧啊？因为你是迦叶，迦叶是和尚。可我是叶家，不是迦叶。小凤，不管我是谁，你只要记住，在我心里，只有你。
李欢啊，你走路的样子有点奇怪。怎么了，伯父？没什么，我忽然想到一句成语，叫龙行虎步。这种步伐，只有在古代的皇帝才这样走，因为龙袍穿惯了，这样迈步才能走得开。现代人很少这样走路的。伯父，您真会说笑。皇帝是古代人，我只是个现代人而已。而且叶波总是笑话我，说我走路是拐鸭子、八字步。说起叶波，叶波个性幼稚，难得能交你这样的朋友。伯父，叶波不是幼稚，只是单纯而已。对了，李欢啊，你觉得我屋子里哪一件东西比较有价值？伯父，我听叶波说您喜欢收集一些古代的物件，我本想开眼，但恕我直言，里边都是赝品。年纪轻轻的，懂得可真多呀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见得多了，自然就了解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哎，李欢，你是念的哪所大学呀？伯父，我没有读过大学，自幼喜欢读书，属于自学成才。难得难得。对了，叶欢，我还有几件东西想请你帮我看一看。这只是我收藏的一部分。李欢，把眼睛凑过去。来吧。请进。参见皇上。哎，伯父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李欢，这些东西你可曾熟悉？伯父让我来，就是来看这些东西的。你看我这些文物价值几何？这些东西
都很不错，唯有这把剑最有价值。哦，哎呀，年轻人，果然好眼力呀！啊，老白啊，他就是李欢。哦，他是我朋友，考古专家白教授。白教授，李欢，刚才跟你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啊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，伯父？李欢啊，这套龙袍跟你的体型很相配，要不要穿上试试？这个龙袍有一股怪味儿，闻着头疼，我穿不得。这龙袍上啊是用了各种的化学洗涤剂、酒精、汽油、甲苯、丙酮，我也闻不惯这些怪味儿啊。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，我想请你来帮我鉴定鉴定。李欢，哎呀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！哎，你看，这书上啊，就写着李欢。这本古书里只有这2个字是用汉字写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跟1000多年前的古人名字相同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皇帝也叫李欢啊？哦，我呀不认识这书上的文字，所以我也不敢确定。但是我只看到书上有李欢这2个汉字。据我所知，在南北朝时期没有姓李的皇帝。如果说这个李欢是皇帝，那可能是时代搞错了。哦，我是用碳14来鉴定的，这年代不会有什么差错。如果说这皇帝不是叫李欢的话，那么这李欢也许跟这个太宗皇帝有些什么紧密的关联吧。李欢，莫非你是这个皇帝的后裔？伯父，这个李欢不一定是人名，也可能是地名。白教授，你也帮我好好考究考究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贵族的血统。好。李欢啊，李欢，你究竟是谁呀？这标志着城乡低保标准将和物价挂钩。成绩给学生分名次。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身份证，还有户口本。这是我兄弟叶波给办的。真成现代人了，真难看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挺难看的，跟我本人差太远了。你这是在故意显摆你帅吗？你的精华都长到你这身臭皮囊上去了，所以心就跟大萝卜一样空。这么多钱，你又抢劫去了？抢什么劫啊？这是我赚的。又出卖色相？说什么呢？这是我赚的外快。外快这词儿你都会了，进步不小啊！我现在找到一个兼职，赚点外快。无论你是冯峰还是妙莲，在我心里都是一个人。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李欢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喜欢你的。我相信你会喜欢我的，一定会。你别忘了，
你杀了家业，还要杀我，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仇人的。你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我可怜你，所以才让你住在这儿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关系。你是要赶我走吗？等你可以养活自己以后，你就可以离开这儿了。喂，你好。对，我是。真的啊？那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！什么事儿啊？我的小说在网上的点击率排到第3名，我有3万块钱了！真的呀？太好了！太棒了！我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把钱打到我们那张共同的卡上。夫妻共同赚钱养家。少废话，谁是你老婆？我们就是合伙的关系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？好啊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庆祝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让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天哪！哎呀，我真的没事，只是一点小伤。怎么搞的？你一个皇上，跑这来当打工仔，当什么武术替身啊？你又不露脸，火的都是那些明星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精神好着呢，你再让我打几份工，我都愿意。你干嘛那么拼呢？你现在不是有外快赚吗？外快又不是天天都有的。那你那几个小时就能挣1万块钱，那是什么工作啊？不好说，反正就是给他看看东西。具体什么情况，哎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啊？走。哎。这里阴森森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哎，回来，走。别拉着我，我拉着你。哎呀，你干嘛？视网膜虹膜辨识，高科技啊！这个眼镜好神奇的，我回皇宫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安一个，再也不怕刺客了。
这是干嘛的呀？不是007的老巢吧？007是谁啊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哼，也是一小公狗，有空介绍给你认识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不用怕。过来。这不是你的龙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冯昭仪的金钗吗？以前不觉得美，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美呀？你把我打入冷宫的时候，我就是用它向郭公公换了一车炭。你看这本书，上面记载着我的一些事情。宫闱秘史，你的艳史。上面不单记载着我的事情，还有你和家业。不会有禅房那段吧？明明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，却足足过去了1000多年。凤，你别怕，我怎么可能杀你呢？别害怕，别害怕。要不，你把我杀了吧？难道我闲得蛋疼，要杀你？我又不是暴君。峰峰，我带你来，是想让你知道书中的内容。书里边说，我在莲花山是非正常死亡。书中记载，我从莲花山消失之后，皇宫大乱，他们把我的衣冠
变成衣冠冢埋葬，那些都是随葬品。1个月之后，朕的皇宫遭到了屠杀，天下改朝换代。我上学的时候历史学的挺好的呀，你说的这些都没有记载啊。峰峰，我一直都想回到我的那个世界，但我知道，我根本回不去了。我们离开这儿吧。李焕，原来你的外快就是叶波的父亲叶佩给你的。他也是叶家的父亲，他找我做什么顾问，反正就是每个月来这会所一次，让我给他做什么鉴定。我在网上查过，这个叶氏集团做的是国际文物生意，在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拍卖行。我就说嘛，这国土文物怎么会在他私人的地下室里？他父亲可不简单啊。哎，那个叫什么考什么古什么专家，那个老白，你们这儿叫教授，他一看就是个盗墓贼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在做违法的事情啊？自古以来，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，不违法怎么挣大钱啊？哎，你说的那个书，你怎么没让我看看啊？啊，那本书是用极其罕见的文字写成的，到了唐朝就消失了。不给你看，也是因为你看不懂。哦，原来叶佩找你，就是为了这本书啊。叶先生看到李欢2字，非常怀疑，但他不确定是人名还是什么其他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也看不懂那些文字。如果碳14鉴定没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北魏时期的皇帝。哎，那你怎么姓李呢？折腾这么长时间了，饿死我了。说好了要庆祝我拿稿费，你拿身份证，开动吧。哎，先等等。还等谁呢？这一桌子菜等得了吗？哎，一会儿你就知道是谁了。你不是想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其实不叫李欢。我的祖母23岁就守寡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叫不叫李欢，跟你祖母守寡有个屁关系啊！我的父皇11岁继位，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，太子继位，亲生母亲必须要死，所以父皇并不是祖母的亲生儿子。由于父皇还小，祖母就作为太后扶持父皇，一直辛劳，十分劳累。父皇长大后，他们因为权力的关系而发生了分歧。唉，历朝历代都是这样。祖母有个宠臣叫做李毅，经常秘密地出入宫廷。父皇知道后十分生气，借故将其杀死。祖母悲痛欲绝。后来我出生了，就给我起了个小名，叫做李欢。想必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早已去世了吧？周围的旧臣也遣散的差不多了吧？是，我以前也不知道自己小名的由来，后来长大后，隐隐猜测出来的。哎呀，在历史上，为了争夺皇位，家人之间互相残杀，屡见不鲜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我估计祖母正是因为此事怀恨在心，后来借机将父皇杀害了。
我5岁继位，亲政前一直由太后把持朝政，鞠躬尽瘁。我每次看到她，都觉得她非常辛劳，所以我从小就对她十分的孝敬和尊崇。哪怕是后来我长大成人之后，得知此事，也不敢对太后有丝毫的不满。原来李欢这个名字是为了太后纪念她相好而取的。太后也太长情了吧？哎，那你究竟叫什么名字啊？袁弘。袁弘？那不是北魏时期的那个孝文帝吗？历史上说孝文帝叫拓跋宏，也叫袁弘。朕就是后来史书上记载的孝文帝，汉名袁弘，鲜卑名拓跋宏。哦，我去接个人。快点啊！好，知道了。三弟，哎，大哥，来了。你穿得这么神秘，怕粉丝围堵啊？啊？嗨，我是一搞幕后的，哪有什么粉丝啊？哎，这花是送给你嫂子的？对啊，她不喜欢这花。大哥，这你就 low 了啊！三弟告诉你吧，这男人呢，没有不喜欢套的，女人没有不喜欢花的。你嫂子就是个女汉子。那我倒要问问你了，大哥，你放屁是薄的还是厚的？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就是看着你啊，跟我大嫂都特别亲切。那我们先进去吧。好啊，走。三弟，真的是三王爷啊？那个嫂子好，那个我哥不懂事儿，跟我大哥打架，我呢专程来替他赔个不是。那，真有钱啊！这件事啊就别提了，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聊。好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嫂子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怎么总管我叫三王爷啊？我在我们家行4。啊，那个李欢排老大啊，叶家排老2，你不就是老3吗？三王爷听起来霸气，太霸气了，太霸气了。这个好，嫂子说的好啊！我觉得呢，就这个话题呢，我接下来就投一部电视剧，名字就叫《三王爷》。到时候大哥你来演皇帝，我最适合演皇帝了。果然是亲兄弟，心有灵犀呀。说得对啊，嫂子，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啊，真的是很奇妙啊。你说大哥，我要单见着你，觉得你眼熟也就罢了，连嫂子也这么面熟，那种感觉啊，就好像是前世我们就见过面了。你就是我的亲大哥，你就是我的亲大嫂啊，这个 feel 啊，那翻滚吧牛宝宝啊！翻滚吧牛宝宝，翻滚吧牛宝宝，你也会说这个啊？来，我敬你们兄弟一杯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嫂。吃吧，你也多吃点啊。来，那大哥大嫂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好。那个，走之前来拍张照吧。来看这儿啊。拍照啊？来，
1、2、3。怎么了，芙芙？那个鞋有点脏啊，没事儿，挺好的。哦，那咱们那个花儿真好看，是吧？我买的就不好看。行了，大哥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，大嫂，不待了。慢走啊！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路上小心啊！哎，好嘞，知道了。拜拜。你们俩好好的啊。再见。这么浪漫的夜晚，我陪老婆散散步吧。你要再说我是你老婆，就要了你的命！你要我命还是要我命根子啊？你现在怎么这么调皮啊？老婆生气了，别生气嘛。走，我们散步去。真恶心，恶心死了！干嘛啊？叶佳，叶佳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两位好，这边请。小姐你好，看一下喝点什么？橙汁。先生您呢？长岛冰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小凤，你和李欢到底什么关系？只是合租的关系。那我弟弟为什么老叫你大嫂？李欢总是开玩笑，我估计叶波误会了吧。我正准备找房子呢，马上就要搬出去了。严嵩，我饶不了你！小姐，您的橙汁。好，谢谢。两位慢用啊。您好，几位？我找人，请。你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真是好久不见。是啊。点东西了吗？点过了。小凤，这个好特别啊！把这个拿好，他会保佑你的。叶佳，叶佳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，叶佳？小凤，我想静一静。那我陪你坐一会儿。
好看是吧？好看是吧？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。家业，叶家他不理我了。是我自作多情，他不是我的家业，我的家业对我永远不会那么冷淡。我不要叶家，我要你家业，你回来，我好想你啊！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我的真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我是孤魂野鬼，整夜就在街上闲游。啊，去哪儿干你什么事儿？你是我老婆，你说你夜不归宿，我担心死了。这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我这人嫌狗烦的样子，坏人都懒得理我。好吧，你没事就好。我给你准备了早餐。在外边转了大半夜，一定饿了。快吃吧。没胃口，没心情。什么花？那不是花吗？你别给我装傻！我房间里的花是不是让你扔了？啊，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把那个花瓶给弄碎了，然后我就给扔了。谁让你打扫我房间了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帮你打扫房间，你不感谢我，还在凶我，有没有你这样的？你就是故意的！我堂堂一个狗，我堂堂一个皇帝，我怎么故意了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再说了，那个花多丑啊，多难看啊！我这花多好看啊！喏，比你那花好看10000倍。你什么破花呀都蔫了！你
么要扔啊？这是我花1000多块钱买来的，烟儿都怎么了？看这娇艳的，跟美女一样，风韵犹存。你扔我的花，我也扔你的花。哎，给我！你干嘛？拿来！干嘛呀？家业送你的花，你百看不厌；我送你的花，你一眼不看。我就扔了，怎么了？狗皇帝，抱歉，狗皇帝。峰峰，你别哭了。你要知道，他是叶家，不是家业。不是，他就是家业，就是家业。家业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的，明明就是家业。你滚开啊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就是家业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。各部门准备了，演员好了吗？来拍了，预备，开始。行不导演这个？不行，再来一条。再来一条是吧？好好。好，再来一条。这条怎么样，导演？还可以是吧？这个过了。胖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起来。来，在这坐会儿，在这坐会儿。大哥，大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没事。去把药拿来。哦，好，快！没事吧，大哥？真没事。一有宫女跳着破城墙，至于拍这么多次吗？我报他局。哎，三弟，你还是别去了。大哥，你担心我？放心，我找人报他局。哎，我是因为要赚钱养老婆。我大哥长得帅，又疼老婆，1000年就等你一回了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换衣服了。你行吗？叶总，找你帮忙签个字儿。哦，那你先忙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好，慢点啊，大哥。叶总，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儿。好，谢谢叶总啊。叶总您先忙。哎，你们家也换个乐视电视吧，还带鼠标呢。哎，你见过吗？哎呀，我这辈子啊，最讨厌的就是花心的男人，靠不住，没责任感。李欢他爱怎样就怎样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女孩子家家，这名声是最要紧的。你说你再这样下去，还有哪个男的敢靠近你啊？我这不是正找房子呢吗？哎，找房这事儿交给我妈吧，她在居委会消息灵通着呢。前2天刚帮一个人租了房子。真的？大哥，大哥，走吧，今晚杀青宴，我陪你好好喝2杯。
我得赶紧回去看看你嫂子去。哟，怎么，嫂子消气了？挺好啊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今儿嫂子，咱们一块儿去 happy 去啊！这剧组承诺的工钱，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是啊，今天都杀青了，这不给工钱怎么走啊？我们还等着钱吃饭呢。可不是嘛。叶总，你有事儿啊？怎么回事？工钱呢？是不是要我把你肚子拉开，看里面装的是狗屎啊，还是钱呢？哎呀，叶总您放心，我这就给钱啊。这是我大哥，先把他的给了。您放心，叶总，您大哥就是我大哥。来，您先拿着，这是2000，说好啊。等会儿，不是说好给5000吗？